今集要介紹呢個 Power Bank 咧就係 MagFin 10 Plus 啊！我之前咧揾個螺絲釘咧揼穿佢嚇都冇事嘅，就係呢一隻啦。裡面咧就係一個最新最高安全級別嘅半固態電池啊！首先講明啊嚇，唔係100%完全冇事嘅，但係已經係現在最高安全級別㗎啦。咁另外攞埋呢個3C啊同埋聯合國嘅認證啦，差唔多全世界嘅飛機，即係包括中國內地啦同埋國際線咧，你都可以帶埋佢上機嘅。除咗安全係最大賣點之外咧，佢仲有一個設計咧好特別嘅。咁前面呢度有個 mon 啦，就係顯示佢嘅電量啦。平時我哋要睇電量咧，可能要撳一個on off 掣啊，或者要插到部電話叉緊啊，你先見到個電量。呢個唔使㗎，呢個咧你攞住個頂部，跟住搖下佢，個 percentage 咧就會走咗出嚟。我覺得呢個設計幾特別。喺硬件嘅規格方面咧，佢本身係10000個 mAh 啦，然之後仲連埋2條Type C 同埋 Lightning 嘅線嚇，就算懶帶線嘅朋友啊，你都可以就咁帶一個 Power Bank 咧，就充到你需要充嘅設備啦。Type C 咧係支援呢個 PD 3.0最高20瓦嘅輸出嚇，一部電話插咗佢咧，好快咧就可以回魂啦。除咗有線充電話之外咧，後面咧亦都係可以充呢個 AirPod 添。顏色有我手上嘅紫色啦、淺藍色啦同埋黑色，睇下你中意邊一款，跟住你周圍去啦。想感受下以上嘅產品，7月24到28號咧可以嚟動漫展 X Power 嘅攤位啊，位置係 G06嘅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